直播的播放时数哦不算了，我没有算在那个计算收益的那个观看时数里面啊。要直播结束以后，转换成为随选的影片视讯影片，然后再被点阅观看的时数才算入那个计算收益的那个观看时数，或者申请成为合作伙伴啊，建立专用账户的条件啊。